歡迎大家嚟到小窮仔頻道。今日係2026年4月26日星期日。以下由我小窮仔個朋友仔小窮美同大家睇下每周小窮仔新聞天地新聞撮要啦。第一則新聞資料來自4月25日星島日報。我哋睇下個標題先。標題係得旅遊港分享特殊體驗冰室用餐驚見，大米奇苦笑，已落單只能硬食。不少遊客抵港後都會第一時間衝往充滿地道風味的冰室品嘗美食，唯一名德國女遊客的經歷卻有更大驚喜。一名正展開環球背包之旅的德國女子在網上分享，日前抵港第一日到一間連鎖冰室用餐，正當滿心期待之際，竟然與一隻大米奇正面交鋒。雖然看似飽受驚嚇，但她表示由於已經落單，最終只能硬着頭皮吃完這頓飯。據該名女遊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的影片顯示，一隻體型肥大的老鼠當時大模斯樣地站在餐廳座位旁的高處甲板上，旁若無人地不斷擦拭臉部。諷刺的是，老鼠站立位置的下方正是一塊宣傳菠蘿包的排版，視覺上猶如這隻老鼠是被香噴噴的菠蘿包吸引而來。女事主在拍攝期間不斷發出 "No way" 不可能的驚呼聲，鏡頭轉向其面部時，她露出一臉苦笑，並用英文自嘲：我已經下單了，管他的，我只能留在這裏吃。他更在貼文中幽默寫道：環球旅行的第一天以此方式圓滿結束。雖然首餐便遇上驚魂，但這位德國旅客似乎對香港整體印象依然正面。他隨後分享了多張在港旅遊的美照，大讚香港景色。圍在貼文的最後一張照片，仍忍不住再次分享這段在冰室用餐的特殊經歷。另一眾網民引進不禁。我哋又嚟睇下呢則新聞撮要。新聞來自4月26日星島日報。我哋睇下呢則新聞標題。標題係內地暴走團殺入將軍澳公園大播音樂落力轟網民狠批擾民，極度自戀自私。暴走團殺入將軍澳。近年在公眾地方進行的集體健身活動愈發普遍，唯不論在內地抑或香港，均時有因聲浪問題而引發爭議。日前，有網民於社交平台分享影片，指一群中年婦女在將軍澳一個公園內，於晚間大聲播放音樂進行團體操，直斥其行為實在破壞生活寧靜擾民，引起網民熱烈討論。近日有網民在社交平台上載影片，影片中一群穿着統一制服的年長婦女，跟隨節奏強勁的華語歌曲，整齊劃一地進行街操。事主憤慨地寫道：不能接受你們這樣行為，實在破壞生活寧靜擾民。你們已經在國內令好多中國人都反感，為何到香港的都是這樣行為，真的犯眾憎。你們這樣做法是自私行為。據影片內容，該群體被標注為將軍澳唐明公園街操隊。街操一名源自內地的街牧師有氧健身操，因其簡單易學又號稱有多項強身健體作用，在內地中老年群體中非常流行。這種參與者眾多、服裝統一，並會使用擴音器播放音樂的集體步操活動，在內地常被形容為暴走團。近年因規模龐大、聲浪過大及佔用公共空間，在內地亦引起不少爭議，被內地網民形容為繼廣場舞後最令人困擾的健身方式，批評其丟人現眼，一度奇醜無比的風景。我哋又嚟睇下呢則新聞撮要。新聞來自4月25日 RTHK 新聞。我哋睇下呢則新聞標題。標題係孫玉菡要做好人才工作離不開生態建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表示，政府在2022年底開始更進取全面地搶人才，現時更關注駐留人才，認為過去數年在吸引人才方面取得不錯的成果，成功的原因包括政策開放、香港有吸引力等。孫玉菡出席一個活動致辭時表示，要做好人才工作，離不開生態建設。提到香港應該對標紐約、倫敦，以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只有最好、最適合的人才可以將制度優勢發揮到極致。他表示，經過各種不同的人才政策，約4年有大約28萬人來到香港，
部分打算長期留在香港，亦有部分人來港數年後另有打算，指香港和人才的關係是雙向，既是香港選擇人才，人才亦選擇香港，最終要成功令雙方都能留住對方，需要雙方都見到對方的好處。他又提到，除了傳統優勢產業例如金融、貿易、航運、航空等會繼續發展，亦將聚焦創科。提到在各項人才政策中，比如以高才通為例，當中約6分1表示之前從事創科行業，認為政府政策令不少人才看好香港的創科未來，紛紛匯聚香港。唔知道大家對於以上之新聞有咩睇法呢？歡迎留言俾我，記得訂閱小窮仔頻道，下次見。